若是讲动物对造成失电、停电，那咧这个电网未免伤过脆弱啊。其实专家有提出看法，除了这个鸟啦、碰器、鹰龟嘛，有啥物山猴等等其他的动物走入去电力设施，也不过这拢不是停电的借口。电力专家认为讲，台电袂使干那一直讲这是动物的问题，无度片面，是必须要防止动物走入去送电的设备，造成小度断电，这是真正台电应该做的代志。大条电线拢是我的新电台，互我练身材，嘛互我磨牙。太空曼谷市区电线都捌互碰瓷安尼卡啊断去，造成市区停电。连总理府拢捌开会开到一半都停电。它就不会亮了。对啊。只要一根。对，只要断一根就全部不亮。全部不亮的。这是谁做的？去年中华园林公园的春节花灯约8点钟，电线都启动，凶手嘛是伊碰瓷。是你哈？今年车南道山南火警造成200多户停电，火拍花了后，换一只分卖台湾山沟卡手拢互电着。台电嘛证实是山沟碰到高压电引起电荷效应，才会造成火灾。台电嘛讲，即卖电线已经有开发包材包起来，嘛加强修剪树啊，嘛有加到赶鸟的机器、风刺网等等的设备，来避免动物去碰到配电设备。一旦有动物进入造成损害的时候，你的系统要有适当的反应，不会让整个电网崩溃。专家嘛认为，更加重要的是，动物若是无适宜去碰到配电设备，安怎袂影响到供电？啊，无想过一办法，嘛无法度挡会掉这动物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